最近5档囡仔车祸死伤的人数是有增加的趋势。尽管基金会就指出讲，目前国际上针对囡仔的安全意规范已经有更新，也毋过咱台湾嘛是个继续用旧的标准。基金会是呼吁政府应该要检讨。调检局嘛表示讲，一定有会研究咯。大人3、2个手就甲囡仔坐椅对后车道扛到后座，真简单就当守护囡仔一路平安。不过，目前国际已经采用更较严格的 R129安全座椅，台湾到达犹原用国际已经唔用的 R44规范，这毋但欠2边的龙的测试，测试当中的假人也敢若会当评估胸坎甲头部的加速度。在车祸当中，至少30%以上是来自于侧边撞击，所以我们可以说 R129的商品，因为有了侧撞的保护的设计，它肯定更有效去保护小朋友的一个行车安全。那如果我们还是踩在这个旧的 R44的一个标准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有关于产品的一个交流上面，就会受到相关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们也很担心未来是不是孩子就没有办法使用到这个比较相对安全的一个座椅。R129是改用囡仔身悬做依据。比起R44以体重做座椅分级的依据，更较会当精确对应囡仔的成长需求。目前包含欧盟、日本等国家已经全面推行 R129的标准。监管基金会烦恼讲，台湾若准继续用已经换掉的旧规范，无对着国际的脚步，未来可能会致使无法度进口新版的安全座椅，造成新生儿无椅仔通坐。这个测试人偶这一块都不一样，所以整个都要更新，然后前撞、后撞还有侧撞，其实这个测试设备都很贵啦，我们估起来要1亿多。规范的修订是袂当急放放，经济部标检局对此也真接受，已经开始规划修订，也已经安排甲业者会面讨论相关的修订，按算今年就会收好势。公司新闻采访报道。